台中一个高职学生疑似和全班的同学集体孤立霸凌，落尾一个高职学生选择休学，而且行地路。伊有一个小妹读同一间学校，也疑似受网络霸凌，选择休学。即阵家长是批评学校是想办通报状况。规期出国自我伤害拢是上分，台中市一名女高职生，亲像因为艺术班上女同学的表白，遭到同学集体孤立，承受真大的身心压力，向辅导室靠惨，甚至选择休学。不过最后由原伫今年1月选择自杀，并来接到家长的定情，批评学校无事前发觉有防事后也延迟通报。准则里面就有说到说，只要有发现疑似霸凌，那就应该要跟上级来通报。所以显然，学校在这一方面，在通报的过程里面完全轻忽，而且甚至于要求家长要主动来提出申请，才要启动。王志珍表示，如果这项过身了后，家长通知学校，学校虽然有校安通报，因过等到家长2月2日提出霸凌申请，学校一直到2月2日才调回调查小组，搁伫3月初7启动调查，原定5月初7应该有结果。学校说发文要延1个月，女学生同一个学校妹妹也发生网络霸凌来休学。如果未来有类似相关案件的调查跟处理，在决定是否受理的这个期限应该要缩短。另外，也尽力在1个月内要产生调查的一个报告，来尽速厘清相关的事实跟真相。他不想上课，他到辅导室去睡觉，然后呢，导师也有传讯息问他说这是不是霸凌？导师以他的讯息为主，就没有作为，辅导室也没有作为，错失了帮助这个孩子把他的人际关系厘清的机会。根本教育基金会也认为，学校失去阻止悲剧发生的时机，这应该是学生相处之间的问题。佮呼吁鼓励女高职生的同学，目前应该也承受真大压力，学校应该继续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